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讲代志发生，拢有伊的原因，也就是缘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由它由第5条。这个由就是为倒位来，像咱讲由浅入深，由苦得甘，由南到北。这个由嘛有原因的意思，咱讲是缘由、理由，嘛会当讲是因果，咱讲就是由来。另外讲到会当准某物人家己决定要安怎做，咱讲就是由在。若是讲完全无束缚，咱讲自由自在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由来，代表是代志发生的起点，代志发生的原因，嘛会当讲是步边，也就是意向安怎做，代表讲代志为开始到呾的过程。第二个词读做由在，意就是随在、记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阿明由来，就是这款个性，要来无张弛，要去无三持，要来也是唔来，由在意，莫家勉强，安尼大家较好做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由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